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台，我是下面张伟民。针对着咱的这个疫情又搁唱悬吼，但市长部长是讲咱真正无乐观的这个本钱。咱来看到讲这个案例增加的这个部分哦，364例是咱的这个本土案例吼。另外，咱又搁看到校正回归吼，这个数字嘛搁唱悬到219例啦吼。另外，咱安尼拢总加起来吼，咱看到这个本土案例来到583例，然后另外搁有新增加。17个人来死亡吼，即阵这个疫情的这个发展，实在看咱吼真正无这个放缓的这个趋势。尤其咱看到过去，咱咧讲吼，这个 RT 数字15降到1.02，甚至接近1，但是咱看到讲人流也好，人阵也好，车阵都好。拢过来增加吼，地区咧这个疫情又过来升起。另外，指挥中心就讲吼，虽然无要提升到这个第4级，但是咱看到讲上强的这个社会管制吼，其实嘛是造成民众这个防疫的疲劳啦吼。但是嘛是爱提醒大家，千万都唔通放外啦吼。尤其即阵咱看到讲有一定风险特别增加的人，因是落伫年龄层的，咱看到讲20岁。到39岁，即中间即个部分，咱看致病数是增加吼。另外，咱看到讲6月初3，即统计内底少年人哦，即个确诊竟然超过是1/4吼，25.2%。即代表讲咱防疫的即个部分吼，可能即个少年人的即个有影去做一寡即个工课，但是即个防疫者可能有去放松去，然后研判，佫有一波新的即个疫情的即个高峰啦吼。真正是无好的这个迹象，嘛考劝大家吼，若要外出，咱讲吼公共这个卫生拢爱做甲真透漏吼，啊唔通佫出外去拍照。另外咧，咱看到讲即阵吼已经要正万例啊吼，台湾即阵全台吼是来到这个9974例这个确诊，已经过万例啊，本土病例嘛已经来到8778例啦吼。虽然咱讲到全国升级第3警戒已经减少到做活动，但是即阵我特别来注意就是这个家户内底群聚的这个感染。另外，咱看到讲吼，湘北市有一个统计吼，这个家户内底感染已经超过4成。这是啥物款的这个概念吼？一户内底，你若是一个人致病，可能小连续带伫咧共位人，一个人拖2个人，一个人甚至拖3个人吼。另外一个关键是咱这个医工这个部分，咱看到讲苗栗即阵。这个医工群聚的这个部分啦吼，差不多有39个人来确诊，7300外人大规模来进行快筛。另外，新北市是一个吼热点的热点。除了咱讲家户内这感染以外，医工伫遮吼嘛是真侪来确诊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咱真正好好来注意。另外是一个好消息提供给大家啦吼。咱看到讲日本也好，美国也好，即阵有风声讲要透过这个 COVAX 系统。互咱一寡这个预防针啦吼，咱嘛看到讲这个关于位吼，其实伫咧咱昨看到这个加位内底吼，这个全球这个疫苗这个咱讲会议内底，伊其实讲可能有3000万吨的这个预防针要先提供互这个 COVAX 系统，甚至包含伫咱台湾都伫内底啦吼。另外嘛，真正感谢是咱美国讲吼，可能有8000万吨要分互全球内底，大汉嘛包含伫这其中内底。所以咱看到讲，什么时阵美国会来公布？咱看到讲6月初3号，拜登可能都会来公布啦吼。咱讲长期尾真正靠这支预防针啦吼。透过今节目，咱就好好来看讲群聚感染，也是讲医工部分，咱安怎做较透漏，卖互这个疫情吼，搁再传开。先来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台北市医师公会常务理事洪德仁。主持人，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是咱中山病院妇产科主治医师林静怡。主持人好，大家阿慢。第三，咱们邀请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仁。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感谢3位老宾吼，拢是咱的这老朋友吼，在疫情期间吼，特别半工吼来咱节目吼，大家吼真正有知识的这个内容吼。首先，咱要先带大家来看讲，真正这波疫情吼来了真紧吼，本土疫情真正无咧退烧的这个部分，咱先来看指挥官安怎讲。我们今天总共有585例，包含了那新增的366例。好，这里面364是本土，2例境外移入。那校正回归个案有219例。好，那校正回归案子仍然多哈。好，所以整体来讲看起来似乎有好像一个新的一个高峰了。目前这样的一个迹象来看是属于比较不好的一个迹象。那有几个地方可能要特别注意的那目前就是在苗栗主要是一个公司主要是一个移工
这样移工的一个群聚，年轻人染疫的比例事实上也有在增加昨天6月3号我们今天所报出来的资料里面，看到这年轻人的资料升到25.2%，在年轻的这一部分可能也有一点防疫的松懈。咱看来讲，少年人这地防疫真正可能有较放松起来来看这个数字，这部分这个指挥中心因的这个资料来看，就讲少年人差不多集中伫这个20岁至39岁，本地咱讲这个人数无像遐悬，即阵差不多有这个1/4即阵来看案例咱讲500外例案例，伊即阵占147例啦少年人的部分，咱本地就讲可能这个60岁以上的有可能重症，但是少年人特别注意的时阵，伊活动能力强，可能轻症头的伊嘛是伫世界外大数虽然伊可能有这个工课，也是讲其他爱做的这个代志真多，但是伊若是变做是伊这个行动感染往世界走，这造成咱台湾什么款的影响？来，洪医师。是咱主持人拄有讲了这两天看了少年人伊感染的比例突然间变作快速的增加。是。即某一个程度，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台湾人基本的性格，这性格就是讲贪生怕死爱钱又爱面子。OK， 那无碰到性命危险的时候，咱的性格拢是差不多啦，不要紧啦，马马虎虎啦，敢有遐尼厉害？不要紧所以伫这状况下骹咱除非有碰到交咱的性命，也是咱的财产有关系的这重要的关头，咱才知影讲原来这个代志交我有关系。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再注意。所以咱伫5月初足清楚的，突然间咱的病例拢是遐尼平稳的状况。开始快筛了后，我一冲起来，2、3天冲一天333个，是创新高嘛。后壁搁再回归校正了，即马变500几个。是，大家就发现讲，咱台湾哪会变得遮严重？咱迄阵爱戴口罩的戴口罩，爱洗手的洗手，爱保持一个。咱安全的这距离，也是讲开始来做这个分仓分流的上班，但是经过安尼3礼拜了，大家嘛感觉无毋对，真艰苦，大家拢有提高警觉啊。是但是呢，听讲迄个 RT 值咧落来啊，咧进步啊，然后所有的证据看来讲，改成要平稳啦。所以基本上心理上会有个放松去。伫咧即个内底，病例我感觉某一个程度是代表前1礼拜还是2礼拜，是伊的行为啦。再过1、2礼拜，是这病例数再第一个变化。所以咱看讲，迄当阵又甲咱讲一个观念，就是讲这个 RT 数字可能伫咧这个17号来到上悬，差不多15，又搁安尼豆降落，甚至是安尼这个趋势。但是咱看到这个，咱讲案例增加的部分 ，NPI 若无做好，公共卫生若无做透漏，其实要搁冲起来，新的一波高峰，尤其来搁真紧。是，就讲阮这程度。但陈秀熙教授就甲咱讲，伫咧5月23到27。咱讲的叫做 NPI， 是非药物性的公共策略的介入照讲是期待用的到75，是甚至愈悬，伊才再降会落来。结果伊研究伫咧5月底时候 ，NPI 干那66啦。66是啥物意思？是代表伊个伫咧这程度，伊个会冲起来啦。是，那咱是希望用的75，甚至80、90。才降会落来。OK， 这代表什么意思？咱所有爱注意的这生活，咱拢放松去。相对的，拄我讲的 RT 值是，伊又开始变歹去。所以这个代表咱少年囡仔伫这波内底是，拄我主持人讲的，活得好，伊嘛共款爱去上班。是，有的一寡公司也是企业，虽然开始分仓分流，一半人留来上班，但是照讲迄留来另外一半伫厝内底。work from home， 你厝内底居家上班的这一些，是应该爱好留咧厝内，是嘛是有可能伊会去拍拍照。你咧顶礼拜我印象上个深刻，是阳明山冷水坑啦，停车场啦，大爆满啦，大爆满啦。是，所以基本上听讲这种状况的时候，代表讲咱过去的迄个台湾人的性格各伫这个所在表现出来。OK， 就是讲
叫伊爱注意，咱拢有注意。啊，注意到一个时间了后，就感觉讲，安尼无问题啊啦，安尼咱就即个搁该放松去啊。所以基本上，咱某一个程度是真正爱强烈的呼吁啦。是，就是离咧这疫情我相信到下半年啦。OK， 咱若控制会调毋是全部会变无去啦。因为即内底搁爱靠一寡物件。是，拄仔讲的医疗的量能爱保存的好。然后咱的疫苗爱主要有够迄个量。咱在某一个程度会慢慢平稳落来。OK。啊，若无的时候，其实台湾咱伫咧即个疫情，就是会一直点仔关加吼。OK。互咱安尼足担心的。是，所以咱看到讲另外一张图啦咱看到讲自即个技术也好，即个 Novotel 即个事件也好，也是买手找到即个网架即个地点也好啦甚至甲即个湘北市开始进行即个第三级警戒，全国进行第三级警戒。咱本地咧想讲即个若是进行着真好的第三级警戒，应该即个数字就会一直降落来，无想着讲即个小连续到前回归本地讲无要搁来提供甚至咱讲来到即天的时阵看了即个数字，迄天可能是咱讲无到前回归是200外个尔互咱看甲真欢喜。但是咱讲人丁人流，就伫即个时阵又搁开始伫拗拗数数到外口去，咱即阵搁看起来即个数字又搁来冲悬啦另外，咱嘛要讲到即个重症的即个部分，也是讲死亡率的部分，继续咧提悬继续搁申请到林医师啦咱会当看到讲，其实湘北市是占大多数的即个案例即个部分湘北市遮会当搁做啥物改进咧？真正7成至8成，即马的较真正拢是湘北市啦。这就是这段时间咱对湘北，咱知影讲这大家真辛苦，但是你讲到转来，这边若无控制落来，其他县市咱嘛会食袂落来啦吼。我先讲即马来看，这2天咱搁浮起来，这2天浮起来，我甲看是大概就是咱5月19迄时咱有全国了3级嘛。是。大家有较紧张，迄个周末大家真正较无出来。是。但是你差不多过1礼拜了你甲看，迄个礼拜。反映的差不多就是顶一段时间，迄个数字降落来遐。哦。啊，你过来顶礼拜，但顶一个礼拜，大家就小较人松，小较人松的是，你看人数就搁走出来。是。所以真正加7差不多2啦。对，差不多你甲看遐，啊，你甲看迄个所在的数字就差不多反映到即个礼拜，咱开始搁爬起来。你小较人松人就多，你甲看日本甲经济国家，因拢真痛苦，就是讲，我若小较人松啊，咱的病例就加起来。啊，人讲足严的，莫出门啊，就人落来。但是你无甲伊降到一个数字，大家拢真痛苦啦。这第一点。啊，当然，即马讲起来讲，是死亡率的部分，因为顶一段时间占差不多3成以上，拢是咱讲年岁较大的。啊，年岁较大的，伫即马这个病毒来讲，伊的重症的机会较大，所以讲死亡率会较悬。啊，包括讲顶一段时间，真正咱甲看湘北嘛较乱一点嘛，就是讲有的人伊较是有着病了后，有一段时间拢无法度去病院嘛。所以有一部分的人是这段时间伊嘛无法度得到真充足的一寡治疗，这嘛影响到啦。即摆咱讲少年仔的部分其实我嘛想要提醒讲，这段时间的少年仔，要讲因超工拍照嘛，也有一点是因有的真正是去互厝内老伙仔感染的。老伙仔因为即摆的遮少年仔真侪是讲厝内规家伙带做伙，你讲。湘北有法度带迄那一人一站的真困难啦。OK。所以你一定带做伙嘛，带做伙，若讲头前这个老伙仔，伊有去，譬如讲，伊有去食，伊有去买菜，伊有去菜市啊，感染着了后，伊若真换才有法度确定，甚至讲确定了后，搁找无他咱讲的这个隔离收治，爱就规家伙为做伙啊。所以这点是真正恁即摆的资料内底，湘北应该真侪拢是共一个厝内底。会感染，即马有统计差不多拢4成以上。是，这内底真侪，所以讲少年仔一部分是去互厝内，咱讲长辈，也是讲伊带入来感染，一部分可能是上班的所在。虽然咱有提醒大家讲，咱在分仓分流啦，但是真侪要是上班的时，你看这几工嘛是要有真侪少年仔，伊讲得到通知讲，阮的同事，顶礼拜就确定伊有感染嘛，较当我才知影原来伊有感染，安尼是伊的危险性就比别人较强嘛。所以这2礼拜当然我讲台北、湘北这2边伊的这个患者较侪，你要讲叫市政府完全讲甲疫调做甲足好的，是有困难啦。但是你若无甲这个物件较赶紧讲，大家若确定伊有感染了后，伊的厝内安怎处理，伊的同事安怎通知，你若加拖2天，你就加喂几啊人，是这点的物件会较麻烦。是，咱看到讲地方真正是介辛苦，但是咱讲会当安怎甲这个时程甲数较细咧尤其咱看亲像真济案例拢是讲我伫厝里等2天，甚至有上长甲1礼拜才拖着。另外真正住伫共厝内，这是台北市的这个数字5月30到6月初2啦，咱看到讲一户内底本地安尼比起来感染的这个户数甲这个总人数啦安尼差不多是一个人
判2个人甚至3个人。尾手来看到遮吼，更加是明显吼，安尼看起来差不多4成左右吼，新北市遮嘛是这个4成啦吼。所以安怎就讲吼，这个加护感染的这部分，其实咱看到过去台中案例吼，嘛已经有着吼，咱看到讲真正这个加护内这个感染的这个部分吼，继续请教这个林秘书，咱看讲新北市即阵嘛讲吼，哦，真济区啊，真济里因识到吼，这个动静的这个里啦吼，但是有人讲哇，真惊吓！你甲我公布遮，等到我吼，这个内底吼，也是讲出外吼，拢总开始惊，但是我阁有民生必须的这个需求啦吼，安怎去解决？当然，咱应该咱若要看台湾，咱会当先看外国啦吼。你看外国已经流行介遐严重，啊嘛遐久啊，啊偌济死亡，偌济动静的，啊有当时封城、封了好，啊但是佫解封佫来啊。OK。咁唔遐简单就我来解决，所以讲实在我嘛真同情讲一寡台北市的市长啦、新北市的市长啦，伊嘛是做认真咧做，但是嘛无晓控制啦。啊，当然伊嘛都时常有来咧甲中央呛声，就是安尼。你甲中央呛声，讲实在，你家己嘛无法度控制啊好，你要甲去怪中央讲安怎？逐个人拢有苦衷啊！啊，你讲这你嘛无讲管了偌好，你也要讲人安怎？所以我大家尽量做代志，莫伤批评啦。咱为台湾好，咱台湾讲实在已经几百一天几百，算袂歹啊啦。这甲啥物有关系？我感觉甲台湾人，你去看我路边哦，安尼行落来看，我找无一个无挂喙烟的啊。是。逐个人拢挂喙烟啊。啊，你走去什么所在，大家嘛甲你喷酒精。自动的也有啦，手工的也有啊。是。啊，所以咱就已经做，这外国无遐简单哦。是啊，有的无爱挂就是无爱挂。喙烟无爱挂就无爱挂，甲你冤家就有哦。是。啊，所以我感觉台湾已经是，所以咱即摆一天几百。我感觉这个疫情来讲吼，你看，干那这边的拜六礼拜吼，小可这个北斗有那小可休困一下，干那较低落来。啊，拜二、拜三了，佫起来啊。所以北斗我看嘛咧休礼拜的款。啊，但是你讲这个病吼，无真正无遐好，咱慢慢想怪政府啦。你是我讲一个例互你听啦。文化大学，迄几个学生啊，是，伊是安怎有发现讲有着病？伊是要等于伊不得去开验的啊，伊毋是讲我有病我去验的啊。你是看这一寡无镜头的少年家啊，因就是安尼才发现的啊，伊无镜头啊，伊无镜头验怎？我要死个我都无镜头，我嘛死个拍拍照嘛无要紧，含人去佚佗嘛无要紧啊。是，所以这个病无遐控制就是安尼啊。啊，你也无镜头，我是讲咱台湾无验尔，无讲逐项。新北市你来大家市民拢甲验看卖，毋但即个数目啊。OK。你讲这几百个市，因为自愿去验的，毋才有这个数目尔。啊，你若讲大人拢甲公平去验，你看咁这个数目尔。OK。所以大家吼拢真，这个病讲我真歹看。我这个病吼，我讲会含咱人类吼共存几啊百年、几啊千年。我讲有当时啊吼，可能人类灭亡了。伊也伫咧啦吼，有影。你看咱含流行感冒，奋斗遐久啊，咱有法度甲流行感冒消灭掉？无可能。无遐简单，因为吼，即个病毒特性就是会变嘛。OK。流行感冒嘛是安尼变啊，咱对流行感冒咱来看到这个武汉肺炎的代志，咱就会当发现啊。是。迄个流行感冒嘛是 RNA 的病毒。是。即个武汉肺炎嘛是 RNA 的病毒，即个 RNA 的病毒特别就是啥啦？变来变去，伊个生家孙，佫生甲足紧的，一边就入去一个细胞内面，即摆爆出来就几百个、几千只就走出来啊！所以伊咧吼，伊的生存足适应这个环境。所以咱除了爱锻炼以外，嘛避免讲吼，伫台湾这个时间久长，可能会产生咱台湾吼特殊的这个变种这个病毒。其实咱拢爱特别来注意啦吼。尤其咱除了讲吼医讲的这个部分，也是讲吼这个学生啊，也是讲这个20岁至39岁吼，这个年龄层的这个部分吼，尤其拢爱好好啊来去注意。但是咱嘛有一群人吼，伊是守护咱的健康的人，咱嘛看到讲吼，伫咧病院内底真侪这个确诊的这个患者，啊甚至嘛传出着急诊室的这个医师吼嘛是。胃着病吼，安怎阻挡吼？咱先做来看。国内新冠肺炎确诊的病例一直加悬，这嘛互第一线医护人员伫治疗患者的时阵，嘛冒着会去胃着的风险。最近台北市立联合病院中校院区传出有急诊的医师 PCR 检测确诊，不过院方甲中官所暗藏这件代志，一直拢无公布相关的信息，互袂少基层的人员是真烦恼。
院内一直针对高风险的单位的同仁进行 PCR 定期持续的一个筛检。那日前发现有一位同仁 PCR 阳性确诊，当日即完成依据他的接触密集度完成第1圈及第2圈的圈列以及采检。目前所有同仁都是呈现阴性。联合病院表示，中校院区有针对高危险工作场所的人员做定期的体检，经过疫调，初步认为是院外的感染，感染源还佫伫疫调当中。目前已经考虑密集的接触者，而且做采检，结果拢是阴性，而且有要求爱自主管理。也那国泰病院嘛证实，有一个急诊的医师经过 PCR 采检是阳性确诊，疫调推测是5月29甲病人急救插管的时阵去感染到。面对医护人员小连续传出确诊，或者是科列隔离，这嘛互病院骹手调度的问题，成做真大考验。风险越来越高，那感染机会就相对性会上升。尽管你很多的保护措施都做到了，不经意的一些行为模式，都还是有会感染的风险呐。另外，淡水马街病院顶一日传出有4个患者确诊了后，院方阁一概证实，院内有13个人采检的结果是阴性，是6个患者、4个陪病的人，还阁有3个护理师，其中6个患者已经转入去防疫的隔离病房，4个无症状陪病的人，还阁有3个护理师，拢安排去集中检疫所。也若出现确诊者的流站，伫第一时间已经有消毒好势，相关的接触者采检拢是阴性。院方强调讲，病院内底严格实施分层分流，所以其他的病房并无受到牵连。记者综合报道。是哦，守护咱讲所有这个医疗这个量能也好啦吼，这拢是非常注意的这个部分。尤其咱真正卖吼这个医护人员来去治疗病啦吼。另外咱嘛爱讲到，就是讲吼，这个登记照护这个部分，其实有真侪类啦吼，差不多有4类。咱有看到讲吼，这个4大人以外，佫有这个精神照护，还是讲吼等等的这个部分，佫有这个西药剂的家啦吼，其实拢有看到讲吼，差不多有30间，伫咧湘北市遮度吼有这个吼治病这个部分。咱过去有咧讨论过，台北市信义区登记照护，还是讲新北市土城遮啦吼，38个、33个吼，有一个人判30几个安尼吼，甚至讲有7个死亡，还是讲1个死亡吼，佫这个无共的这个登记照护中心吼，死亡的这个人数无共款吼。那么讲吼，即阵咧这注意风险，这个顺序可能要小可定一下吼，过来请教这个洪医师啦吼。恁过去嘛有甲这个中央政府建议着讲，这个咱看到讲登记照护中心，伊看到吼欠点伫倒位，会当安怎改进的？先甲咱说明一下。伫咧国外的经验吼，也是伫咧即波咱看到登记照顾的即寡机构吼，有足侪人安尼迄个呢边其实就甲咱讲，咱的义工、咱的游民，是，搁再落来就是社群场所，万华街，搁咱即寡安养机构，是，这是伫咧足高风险的所在，特别是拄仔咱有看到，迄个台北市信义区吼，迄个安养中心是。30几个人，第一波的快筛全部拢是阳性，是到今为止，这间安养院送去病院治疗的，已经有7个长辈是往生去。我伫咧共款这个时间，咱台北市医师公会有接受市政府的委托 ，OK， 希望讲吼，用个去万华区，另外一间因为是共款长辈吼安养的所在。阮伫5月23号有入去，2个医生入去采检，入去咧采检。这代志一个简单的过程，是因为伫咧差不多前4、5天，内底一个长辈对病院住院出院回来，如果出院回来，病院就该通知确诊了。伫咧病院交伊住，交伊住一间共款房间，的另外一个病人。迄个 PCR 是阳性确诊 ，OK， 所以就叫这个伫咧安养院的这长辈，马上就该安搭伫咧联合病院仁爱院区，是咱市政府讲啥，真负责任啊，马上伫咧去夜暗11点外启动吼，这个等于迄个去住院的这个长辈，伊共一个病房是。搁该照顾的即寡照顾人员，总共22个啦。OK。迄天快筛下暗就出啊。有另外一个长辈，交拄仔讲的，搁在住院确诊的即个共一个病床，快筛阳性。其他的21个该照顾的，也是其他伫第一区的即病人，基本上拢是阴性的状况。尾啊过3天，PCR 报告出来阴性。但是
市政府伫咧这个代志，我感觉伊的作为吼，是算非常正确。OK， 就是讲因采取一个原则，逐签啦吼，一款一款来做采检。所以阮咧5月23，咱工会就交市政府协调，要安怎做丰富，啊，然后采检的设备，啊，然后伊的动线，是全部拢穿吼3级的这防护的这衫，入去做采检。采检150几个，相关照顾的即寡人，交内底大的长辈。啊，当然佫包括拄我讲的，迄第一遍采检快筛阳性 ，PCR 要阴性迄个，共款结果，迄个共房间的 PCR， 毋是，迄个快筛如果是阳性啊。OK。啊是好佳在因拢有做足好的隔离啦，所以其他的人拢共款快筛阴性，隔3天，这个 PCR 出来，CT 值21啦。哇，这代表什么意思？顶一天3个半暝4天前的这个采检，就是证明，这个长辈去互共床的另外一个长辈，迄阵传染了。是。所以快筛阳性 ，PCR 阴性，过4天就是一个高传染性 ，OK， 的一个 CT 值啊。所以我要甲大家报告来讲吼，这个印证讲信义区有无？全部拢感染。是。啊，特别万一啊，你搁有3讲，也是讲你细药剂的，是。这抵抗力搁来愈歹。是。啊，离咱顶一波就看会到的，咱长辈伊若去传染了，伊的死亡率差不多将近要3成，是一般平均的2倍以上。OK， 所以咱对这个安养院也是种长照机构，爱特别注意，不只是跟他照顾的人爱紧该注这疫苗，然后要安怎做关节的这期间，咱家属嘛是爱理解，可能袂用去亲身去探去看咱的长辈，但是咱用视讯的方法来问安。啊，佫愈重要就是讲吼，爱定期啦，我是足建议讲定期来做这采检。OK。啊，某一个程度，你社区爱做，啊，但是这个愈悬风险的所在，爱特别佫来注意啦。定期都要去做啦，吼。这是咱最重要的吼，疫苗啦。啊，疫苗啦吼。讲到这个疫苗部分吼，咱来看讲吼，真正有真济吼，国家也好。也是基金会也好，民间团体也好，真正真注心，但是到底会来也无来啦吼，这是咱关注的重点。咱看讲吼，日本首相菅义伟吼，昨一个这 COVAX 疫苗高峰会内底，伊讲吼差不多有3000万吨啦吼，这个部分买互 COVAX 系统。台湾部分吼有2种讲法啦吼，这个无共款的这个新闻报道吼，无共款的这个报法啦吼。有人讲台湾部分吼，毋是这3000万吨内底，啊有的是包含伫这内底啦吼。啊其实咱都来好好来看，但是咱真正好好感谢吼，有真侪人注心伫咧这个日本这个所在。另外这个美国吼，咱嘛看到讲，布林肯伊安来讲，伊讲吼各国拿这个需求来提供吼。非吼着这个吼政治的这个因素，毋是政治的因素啦吼。上怪吼上紧6月初3，就是咱讲因的这个美国时间，就来去公布细节。啊，另外吼，前这个吼印太这个助理部长吼，伊嘛讲吼台湾应该爱特别来考虑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萧美琴吼，真正嘛甲因做感谢。另外看到讲英灵基金会啦吼，看起来吼这个部分吼。到底会成无成？咱等下好好来请教所有来宾吼。另外，这个复工会者，咱嘛看到讲，其实 Johnson 有讲到安怎咧？伊讲吼，其实若是要买吼，嘛是爱透过这个中央吼。其实咱讲有4间大厂商 ，Pfizer 也好，这个吼，咱讲的这个 Johnson 啊，另外这个 AZ 其实拢是要对接的，是咱这个中央政府，毋是个人的这个团体啊。啊，真正有人咧质疑讲啊，政府你若无爱加去买，咱讲即阵吼，全球拢咧欠疫苗啦吼。台湾，咱虽然讲这波疫情来了真紧，请甲真悬，但是相对其他全球的国家，咱也是算真幸运啊！咱保持量能也算袂歹啦吼。有人讲哇，你就是甲我刁难，不爱互我疫苗，但是敢真正是安尼，国际情势是安怎先做来看？台湾目前真需要疫苗，进前传出日本要提供 AZ 疫苗予台湾。日本首相菅义伟初次伫 COVAX 疫苗高峰会点悬，除了宣布要追加捐出8亿美金予 COVAX， 各承诺捐出3000万剂予其他国家甲地区，其中就包含台湾。Japan intends to provide around 30 million doses of vaccines manufactured in Japan, including through the COVAX facility.
to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日本媒体每日新闻指出，首相表示疫苗和 COVAX 甲台湾显示台湾的疫苗是直接提供。以上外地人士透露，台湾希望日本政府6月中过后就提供 AZ 疫苗，目前也向这个方向来协调当中，不过数量也无确定。不只是日本，美国也宣布要捐出8,000万剂疫苗，到底要如何分配？国务卿布林肯透露，上近初3总统拜登就会宣布。We will be announcing the process by which we'll distribute those vaccines, what the criteria are, how we will do it. We'll work in coordination with COVAX, and we will distribute vaccines without political requirements of those receiving them. 布林肯强调，关键疫苗保证好附加政治条件。国防部前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崔瑞福是发布声明表示，虽然所有盟友甲友邦拢应该列入美国优先发送新冠疫苗名单，台湾应该是被特别考虑。表示台湾面临特殊的政治障碍，爱美国斗3天。作为代表萧美琴是伫推特感谢崔瑞福支持台湾得到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是啊，咱看到讲吼，日本吼可能真正会送咱这个疫苗吼，透过吼无讲这个媒体这报道，也是看到这个 COVAX 这个疫苗高峰会吼，这个关议会吼，昨嘛有正式来讲，差不多3000万吨的这个部分吼，是日本制这个 AZ 的部分吼。咱讲吼，这个是新本啊吼，库马莫多这个所在应该是生产这个 AZ 可能会互咱吼。啊，这吼咱都讲吼，这是明确的这个消息的这个部分。啊，比较过去咱看到讲有一寡这个风声用化了好，我家己要买1000万剂。我嘛会当花，这款的一个现象，你安怎看咧？即马全世界拢在欠啦，是啊，吼啊，所以当然咱是真感谢讲，咱包括美国啦，包括日本啦，全世界要欠甲安尼的时阵，会甲你讲，我要甲台湾支持，所以我会准备一寡疫苗互咱，因为咱其实自去年甲今年，咱有一寡签约的，签约咱有签1000万剂的这个 AZ 嘛，吼，签差不多505万剂的这个莫德纳，吼，啊，另外还有差不多400万剂是为 COVAX 迄个平台来的嘛，啊，即马佫加就是咱讲佫加出来。吼，而且这个比药厂可能有机会较早来到台湾。OK。啊，所以大家顶一段时间有人咧讲，哦，我有法度去买，我有法度来买，但是较早其实听起来上大的问题，毋是讲咱政府要买也无要买，咱早就有要买，旧年有法要买，但是甲人签约签了啊，人看讲你台湾疫情哪像进前拢较平稳啦，因为咱其实讲开实来看，自旧年热天，你甲看美国，啊顶一段时间的印度，吼，啊佫包括讲德国甲英国，其实因的疫情拢较严重啦，啊所以。即马我2个消息互大家讨论啦吼，顶一段时间，这个是咱讲德国伫台湾的在台的协会的这个处长，是啊，伊伫伊的面册内底就讲一个代志，伊就讲啊，我了解啦，我了解讲，台湾即马有想要紧的摕到疫苗吼，啊，但是吼，我嘛有甲你讨论讲，即马阮伫伊讲法就是讲，阮的德国的政府有甲咱斗3天啦，啊，但是吼。药厂毋是我会当确定的，药厂毋是我会当决定的，啊，所以药厂若无法度，啊，我嘛干那甲伊讲鼓吹一个，拜托一个，大概伊这篇是这个意思。我都有咧帮忙你啊，但是药厂就是欠嘛。药厂伊就是欠吼，啊，当然今仔咱讲咱的这个谢大使伫德国，伊嘛有讲，伊也有在拍拼，看会当讲尽量，要是有机会来讲，看会当讲佫买着安尼。啊，这个新闻就真趣味，这个是伫顶礼拜吼，这个新闻是讲着啥？德国伊拄着讲 BNT 伊个疫苗嘛欠啦，嘛欠啦，就是讲我拄仔讲，即摆咱讲的是德国在台协会讲的嘛，处长讲的讲，阮会尽量去协调啦。啊，你甲看讲顶一段时间，顶礼拜德国的新闻出来讲，阮德国因的政府甲大家宣布讲，阮本来有这个 BNT 的疫苗啦吼，但是吼歹势药厂讲爱延期才会当互咱，意思就是讲，连因家己德国的政府拢有欠疫苗这个问题，所以即马当然全世界来讲，大家若希望紧的恢复正常的生活，当然是讲啊，尽量疫苗开始做。是。啊，咱台湾当然即马的消息是因为顶一段时间，咱的唐凤政委有消息出来讲，大家会当准备啊，因为过来若疫苗一批入来了后，啊，若入来就紧来拍互刷，入来紧来拍互刷，安尼当然是对大家上好啦。是。啊，但是真正讲开实的，差不多过去这2礼拜吼，大家心内安尼。足惊吓啊嘛足乱的，啊真侪消息讲我会当去找啦，我只有30万啦，我遐有50万啦，讲半工，其实根本的问题就是咱有买无？有买，咱有甲人签约无？有签。了啊，但是都还未来。吼，啊还未来的原因，当然你讲政治上嘛好啦，国际上的疫情嘛好啦，包括讲进前咱台湾，因为咱嘛较细的国家啦，当本起来讲你有较困难无毋对。
所以讲，即马日本甲美国这个动作，我是感觉讲，迄毋那日本甲美国。吼，日本甲美国安尼的动作，表示讲，咱真侪咱国家、咱其侪国际的朋友有注意到讲，台湾即马咱内部有这样的需求。安尼的需求是毋是会当互国较侪的朋友，还是讲甚至咱的其他的政党，还是讲咱其他国家的政府去甲邀请，甲咱协商，讲像日本安尼，阮日本先送互台湾再用。吼，讲确实的呢，这点我是真感动，就是讲。虽然当然可能嘛有对无共款的疫苗的想法啦，但是日本即马是要办奥林匹克的呢，啊伊要办这个物件的时阵，佫讲啊我疫苗先送互台湾，这点是真对真侪台湾人来讲，我感觉真感谢啦。啊，这嘛是希望讲这段时间会当互大家佫较了解讲疫苗的意思就是全世界拢在欠，啊若会使摕到。早一天摕到，咱当然真希望，但是嘛一个意思是安尼讲，就是讲顶一段时间咱知影。咱进前有2批疫苗拢差不多已经起飞啊，有无？是。啊，甚至拢再公布。嘿，再公布。啊。还是讲来到台湾啊，咱再公布。是。这是一个咱讲起来国家的苦衷啦，就是讲第一项是因为真正全世界拢在欠，所以当时要互你，迄个会拢是安尼赶出来就互你，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就是可能嘛有一寡国际政治的一寡关系，所以讲提早宣布讲，我当时要互台湾吼，惊去用收起啦，惊去用收起，啊，惊去用安尼监视起啦。所以讲嘛。我感觉这段时间有当时啊啦，咱有安尼买，甲人安尼计较，但是迄个困难是困难伫你真歹甲大家解说讲，啊当时会来，真正嘛是爱等甲这个物件来到咱台湾，吼飞机来啊，啊咱再来讲啊，这个心头小可安尼较放松讲有来啊，安尼啦。有影，政府有买无？当然嘛有买。啊，进前咧买的时阵，佫讲啊，你可能买伤济，咱台湾就无疫情，但是买落。入来你阁无爱做，啊，这拢是顶这个问题。即阵咱嘛看到讲吼，真正疫情吼，有当时啊，咱讲吼，台湾人就是蛮配啦吼，叫你做的时阵就唔做，啊，顶这吼，咱即阵看到疫情咧抢悬啦吼，才来紧张啦吼。但是咱相信讲，这个政府真正有咧用心来去做一寡吼，这个疫苗，无论是采买，但是咱头段嘛讲到，小连线吼，这个几了解疫苗要入来，咱就爱讲哇，真正上飞轮机。吼，去哩，咱才会当公布，甚至咱搁细过吼，这个中国会当控制这个航道，才会当入来咱台湾吼，代表讲咱台湾这个国际这个处境吼，真正嘛是互人真烦恼。互你刚才有日本也好，美国也好，小连线吼，甲咱斗相听吼。但是真正拢还未入来，咱嘛袂当讲一个准吼，咱嘛是爱等伊真正入来，咱才会当好好搁甲因讲一个多谢啦吼。但是咱头段嘛一直讲。真侪民间团体，你话讲哦，我就会当吼去申请啦，但是这个卫福部嘛甲你讲8代完证，啊，真侪人就讲啊，你都无这个吼原厂啊，这个保证书也好啦，原厂的证明等等。但是咱嘛头头讲到吼，国际上就是欠疫苗，我要去甲这个吼 BNT 来讲，敢真正就讲会过，继续搁请教林秘书。世界上吼有一寡物件是毋是用钱买就有诶啦。哦，不管生命嘛是其中一种啦，啊，这疫苗就那生命咧，所以你要讲用钱就买有加病咧啦。是。哦，你想看意大利，伊有厂商伫遐，伊当初一批迄个 AZ 的疫苗，要转去澳洲。是。迄个意大利政府讲袂使，我内面遮济死遮济人动静遮济，你哪会当甲我送去澳洲去？袂使甲我送出去。是。就变做安尼啊。所以。毋是讲遐简单的代志啊！咱若讲真正有钱就会当买的吼，是，咱就做好解决啦。咱台湾讲实也毋是讲欠遐济钱啦，咱的实力、经济实力有啦，有，但是有当时啊，毋是经济实力就有，爱阁有政治的势力，爱有军事的力量。OK， 吼，这咱无讲遐大哦。较早咧，喙炎咧欠迄阵，迄一寡迄喙炎。要送出马上夹去，抢夹就甲抢就甲抢去哦。啊！印度迄送数本来要运送去了，迄中途就甲抢来啊。是。较早伫中国大陆嘛是安尼，一批咧，迄喙炎佫要送去什物对一省。哦。中途就甲警察咧甲抢啊，两这边的警察甲这省的警察甲这省伫咧桥头遐相抢，讲我这我的，这你袂使甲我送出去。是。所以这个困难就是困难，我台湾实在有那。讲起来嘛是足可怜的，咱有当啊真幸福嘛是真幸福，真可怜嘛真可怜的。哦，尤其咱边仔有一个阿强啊伫啊。是。咱讲若是迄个，你若是讲迄若是讲德国，你讲迄医用社吼，伊讲伊政府无爱着去干涉厂商的代志。遐伫阿强遐，这我来，你生产在这我来，我要甲伊征收就是征收。啊，但是民主国家就袂使安尼做。你伫台湾，你讲你一个厂商会生产的产品，你讲咱台湾政府敢毋当讲我这我来，你就我来哦。嘛袂使安尼做啦，咱有这个法律制度啊，啊，但是阿强遐无需要啊。我讲的就是我赢，对无？啊，咱伫台湾就毋是安尼啊。
所以我讲咱有咱的真困难的所在。啊，这疫苗的代志哦，那真正讲日本有要送咱，美国要送咱，咱哪早就哪好，咱袂使佫去等讲8月、9月、10月，讲实大家人心头乱纷纷，嘛唔知要安怎。是，也袂当出门。 少年啊，也袂当去佚佗，是我咧拍网球，我嘛袂当去拍，网球就互乖乖掉，我嘛毋知要安怎。是，大家技术拢退步去啊。啊，少年人哪会带关厝，关哪会掉啦？咱讲这吼，3级的管制，咱是甲迄个社区的感染变做家庭的感染。啊，当然社区的感染较严重嘛，你会当传较侪人。啊，家庭，啊，你家庭就几个囡仔尔。啊，讲实即摆大家生也少。 上过3、4个，啊大家庭也无遐济，是，所以咱是毋是讲咱3级的管制，就讲拢无啊哦，就袂传染，毋是哦，是讲传染较袂遐严重，安尼尔啦。啊，但是你若讲一个关键若搁放松的，就搁传染，就搁社区的传染就搁来。啊，目前来讲，咱台湾的社区感染太侪位了。是啦。太侪位咧爆的，什么工厂啦，什么学校啦，什么银行机关啦，什么大卖场一大堆，所以第一季内面吼。 咱嘛袂使伤乐观的，我讲实在6月14，是毋是讲就变做2级？可能无遐简单啦吼，真拼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其实咱讨论到这个疫苗这个部分，全球真正欠货欠甲啦吼，毋是讲你伫遐画哇，你甲我刁难啥，安尼货就会入来。咱真正爱好好看到咱国际这个情势，毋是咱无买吼，是真正国际拢咧欠。咱的这个疫情真正也算较好过，然后其他国家你来看吼，小连续拢是安尼吼，逐工1000例安尼来起跳，甚至是万例啦吼。所以咱台湾，咱过去咧讲的，无疫苗的时阵，咱有无疫苗的这个做法。咱等到疫苗来大规模来去注意防射的时阵，咱就好好照吼，咱讲排这个顺序来去注射啦吼。所以拢免抢吼，真正疫苗拢总会来啦吼，真正免个条话讲啊，政府甲我刁难等等这个部分吼。所以咱嘛爱真关心，就讲咱这个国产疫苗，咱咧看讲吼，过去的这个国产疫苗，大家也是有信心的，但是最近吼差到可能哦，要注射的拢无要注啊吼。有的人佫讲我要注这个国外来吼，真正外口的这个话娘敢真正较圆。 无啦吼，咱其实有一个国产疫苗，其实甲美国这个技术是差不多要讲吼，是 NIH 提供这个技术，但是嘛有人烦恼就讲啥，咱若是无通过这第2期的这个试验，大部分的这个部分吼，若是无过，要安怎？咱嘛有讲过啦吼，无过。 指挥中心者讲，我就无要甲伊签约，就是这尔简单。损失算啥的，就是算这间公司的。虽然咱公司这个咱国家有投资，但是这因嘛去做一寡这个承担，因嘛是讲若是真正失败，会过来针对着这个变种病毒也好，还是讲这个武汉肺炎这个部分来继续来去做深化，甚至要去欧洲做一寡第3期的这个试验咱先做来看。 以前新闻进口疫苗，个国内疫苗研发受到各界关心。联亚生物科技营运长彭文君参加国民党智库所举行的疫苗座谈会面顶讲本来想要甲国外药厂同款来加紧凌晨1期个2期几百人的受试的过程了后，就进入到第3期。不过政府要求之下是改做大规模的凌晨2期，增加受试的人数来到3850人，直接取得 EUA 紧急使用授权。不过过程嘛改用滚动的审查，加时间来拼看卖，药厂压力是真大。对着外界质疑，敢有政府独立的状况呢？联合表示讲对药厂来讲疫苗开发需要真大的资金，药厂的风险真大，根本是无可能。另外界嘛质疑，为什么政府伫解盲进前都来签约？联合嘛表示，这是一个定紧的概念，也是解盲失败，这个疫苗当然都无法度长期契约，都无法度执行。这药厂爱家己承受到损失，因嘛准备好一代疫苗研发的备案。备案就是我们有其他的这个疫苗在开发哦，而且我们现在开发，我们刚刚有讲说，我们有这个变种病毒的这个疫苗也在开发嘛，那也会有新一代。我们目前测试效果实际上比第一代还更好。嘛，或者建议除了国产疫苗研发，嘛爱来争取疫苗进口，才会当伫国产疫苗也无大量生产进程来改善疫情。空窗期如何把疫情给压下来，这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东西，当然就是疫苗。空窗期就是因为我们的国产疫苗没办法跟得上嘛，所以才会出现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以采购疫苗为主，这个没有问题的。王林系嘛建议国内疫苗未来也是当初的 EUA 紧急使用授权嘛，应该继续来做第3期的临床试验，这对着提升国际竞争力，还有未来发展的脚步，拢有真大帮助。记者张志雄、林志坚台北报道。
是啦，咱拢知影，真正去买疫苗，但是咱国产的这个疫苗，敢拢真正免去制造、免去研发的吼。其实真侪人吼，最近以来吼，看到这疫情来，大家都开始无信心吼。但是咱有看到讲，咱过去吼，这个咱家己国产的就是2剂疫苗啦吼。咱讲伊真正较复杂，伊做的这个做法，嘛毋是咱讲国际上这个 mRNA 吼，伊是这个吼2倍剂的这个部分吼，贸易的这个理论基础，甲伊这个实证这个研究，甚至咱嘛讲吼，即阵来做这个第2剂，也是扩大第3剂，即款的这个做法吼，其实林秘书你有做一张吼，这个图表吼，互咱大家看一下吼，就是讲吼，国产这疫苗咱真正免去惊吓是啥物，也是爱注意的这个所在是啥物，针对着有人质疑讲吼，这个咱都还无 double blind 吼，这个家解盲这个部分吼，有啥物可能这个会当佮伊解说一下无？所以其实安尼讲，你也看讲咱全世界，因为这是第一摆拄着遮严重的一个疫情啦，吼。较早你讲西班牙迄个时阵，迄新加坡遮讲咱讲疫苗这个做法，啊，即摆就是讲自旧年开始，咱全世界所有会使讲较会使有项拢在做疫苗啦。其实台湾嘛，毋是干那这2间，嘛有其他，但是做较大的进度较无遮紧。即摆这是这2个进度较紧的疫苗啦。你甲看讲，迄时第一摆第1期的研究是当时去年8月哦，去年8月是做第1期，去年8月做第1期了后，你过来再做第2期。啊，第2期我毋知大概会记无，大概顶一段时间，真侪人就在问讲，大家会当去做人体的试验啦，想要去做因的人体试验。几啊千人哦，几啊千人，所以其实咱的2期是做差不多2间拢做差不多3800，我会记是做到3000多到4000多。吼，因为这4000多内底真特别，就是讲伊有2个物件，第一个就是咱讲有 double blind 啦，吼，就是讲啥物叫做 double blind， 甲你做的医生毋知你做的是疫苗还是水，吼，啊你去用做的你嘛毋知，安尼是你的报告讲我有艰苦无，我有戆无，我手有疼无，啊，甲医生甲你想讲，你治疗的效果安怎？即个你咧做的是拢毋知影，啊，等到咱即马讲的解盲才知影，所以时间还袂到，是真正也毋知。吼，即马听到拢是讲，迄时阵去做研究的人讲，哎呦，那治疗哪像拢无啥物艰苦啊，听到拢是这啦。你啊等较这，第2点真特别就是讲，咱迄时有做的有收到真侪是65岁以上的，这点真重要，因为65岁以上的咱其他咱即马在做的疫苗有的伫国外还在做的是，拄开始嘛无找安尼65岁以上的，伊嘛是开放甲咱讲紧急的授权了后。真侪国家开始做，啊，再去收资料，讲哎呀，资料哪像会使哦，安尼咱慢慢啊开放65岁以上的，因为这个物件吼，在顶一段时间 WHO 甲咱一个咱讲 Nature 的这个期刊内底，因的报告就是讲，你若要等到即马所有各个国家的疫苗拢做到3期吼，真正你疫情你会收袂落来，收袂好。所以大家基本上即马咱做的这几期拢是上早伊做2期的时，2期做了，真侪国家看数字会使，先互伊咱讲紧急，啊紧急了再搁继续收资料，吼。继续输资料，啊！你讲台湾有法度做3期无？台湾呐内底真侪人染病，咱就有法度做3期。但是咱即摆疫情也是无遐济啦，吼，比较其他国家。咱做无希望发生的代志嘛。你内底疫情创甲做好的，你就无法度去做3期，因为做3期的意思是讲，共款我甲你做，做了有做的甲无做的，我来看恁的效果安怎。但是这有2个真困难的代志，第一项咱国内无疫情遐严重，你去算起来数字上，咱无法度做到安尼的数字，暂时啦吼，以后可能有法度。啊，第2项就是讲，啊，这个过程内底，佫有咱讲一个医学伦理的问题，因为咱讲这内底，咱就惊有的人着来死啊，有的人着伊会重病啊，伊会为着家属啊。啊，我甲你讲歹势啊，我甲你做的是疫苗，毋是，我毋知。啊，你等若着啊，再佫讲歹势。这伫道德来讲有问题啦，这就是安怎讲全世界其实咱看真侪其他国家，即摆咱在做的，即个讲进口的疫苗，因嘛还在做3期，还在收 data， 吼，啊收到尾啊，你看最近嘛有真侪，慢慢有一寡资料讲，哎呦，哪像倒一支，到尾效果嘛袂歹，啊哪像倒一支，本来甲你讲过8礼拜再做第2剂，啊即摆甲你讲资料做12礼拜当做第2剂，甚至咱较早是毋是有的当时讲啊有倒一支疫苗，你讲。查某人吼，惊你讲会影响到你的怀孕，唔敢互你做。啊，慢慢新的资料出来了，啊，就甲你讲，会使哦，因为新的资料出来啊。所以其实嘛，讲开始的就是讲，因为这个疫情较特别，全世界即摆疫苗拢是一边做，啊一边看 data， 一边做一边看 data。但是咱讲。1期甲2期上重要一件代志，袂当伤害身体。这就是上头前讲，袂当治疗讲身体副作用足济，吼，也是讲甚至有死亡的部分。这个是咱讲第2期上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毋是有安全？是毋是有这个保护力啦？吼，拢是咱看到第1期、第2期吼，拢爱重视的这部分。咱头拄啊吼，这林秘书嘛讲到，现在台湾无法度做这个大规模的第3期，因为咱相对安全吼。这个概念咱过去嘛讲真济啊吼，所以咱看到讲第3期会当去倒位做较重灾区的这个所在，咱看高
端也好啦吼，这李秘书提供的资料内底有这个 The Netherlands 一个荷兰遮来去做，然后遮吼会当去印度来去做啦吼。其实若是讲要真万人大规模来去做，拢是有的这个办法啦吼。所以咱有当时啊，莫讲哇，为什么即阵特别讲咱国产疫苗吼，安怎拄安怎无好拄无好啦吼。其实咱看到过去迄个数字，3月迄时阵吼，咱大家哦媒体嘛报告真济，也是讲有一寡这个政党人，也是一寡人特别咧讲，哇，这个 AZ 就会产生血角啦，等等，你都莫去做。所以咱这个疫苗进度前去拖去，吼，才有即种的这个现象。即阵吼，迄当阵大家吼对这个国产疫苗哦支持度差不多个60%遮尔济，是安怎这个疫情一个来，哇，大家拢改变，这是毋是咧错方向？咱继续个请教洪医师啦吼，安怎来看讲国产疫苗这个部分，咱也个爱有啥物款的这个信心无？还是根本都莫甲插啊？是啊，咱即马即两间药厂，伊的这大部分拢已经送去中央研究院。还未解盲进前，就已经证明所有注射的人，伊的副作用其实是伫用的接受的范围。OK， 甚至吼比其他药厂的疫苗更较轻。所以伊的安全性、伊的副作用，这基本上是 OK 的，无问题。咱希望咧中央研究院这大部分甲解盲了后，用个互咱一个好的消息。甚至拄啊，大家咧期待，用个进入第3期的这研究。是。但是我相信第2期的这个实验，那中央研究院若证明讲伊是有效果的，我相信咱国家应该就会互伊尽职授权，就开始生产。OK， 这个敢有根据，敢有依据？拄啊，李秘书有讲过啊，这阵所有世界的疫苗，拢是经过这个过程啊。是啊。我顶回嘛有讲过，5月26号，WHO immunobridging。有一个 immunobridging study， 原则上就是讲，这确实是有困难。是。然后每一个要入去3期，安尼基本上要救这人类，无可能的代志。就是讲第一代有效，就会当好紧起所以就是用证明，拄啊，林秘书有讲，是。我有做交伊自然感染的，伊这个抗体是毋是差不多？是。这是一种思考。另外一种思考是讲，做这个新的疫苗。交原来已经有证明有效的这6个药厂，是伊产生的抗体，是毋是差不多要共款？是真幸运呢。即阵WHO有认定6间疫苗的公司是用的信赖。OK。另外14间叫做潜力股啦。OK。高端是其中的一个。OK。所以某一个程度，我对国产的疫苗是有信心啦。是。然后，佫愈重要的，咱拄啊讲过。咱知影，伫咧差不多10天啊，2礼拜前，咱蔡总统吼3更半暝无困，你做啥物代志？交这世界重要国家的政要，就伫咧敲啦，你敲啥物代志？敲疫苗嘛。咱即看到美国嘛改成要互咱啦，是。日本嘛要互咱啦。我相信蔡总统迄阵的努力是有路用啦。所以，若是美国、日本的这疫苗用咧送来台湾。然后咱7月开始国产的某一个程度，有一个授权了，国大量生产。因这两间若有法度来生产的时候，到年底上少1亿剂啦。是。佫加上咱拄仔讲的，已经对国外订货入来吼。迄真正7月开始吼，大家无用的代志是讲，安那的遮尔啊济，遮多。然后要安那甲伊注现掉。毋过咱嘛看到讲吼，高端也好，联雅也好，其实已经有这个其他的国家吼，较严重的国家甲因做计较啦吼，可能因的这个成果吼，伫咧这个吼传闻上，还是讲这个市场上，大家可能知影，可能袂歹哦。是啊，我这边报告，就拄啊林理事长有讲过。是。咱即马实在是爱超前部署啦。就是讲疫苗若是有够量的时候，要安怎紧来注掉啦。是。再来保护大家啦。所以咱进中央指挥中心嘛开始咧规划啊。是。全台湾200几间的病院用来做。然后呢，伫咧社区，用个有一个较大型的做疫苗的所在。是。然后嘛，希望有一寡诊所用个来帮忙。甚至呢，佫有迄个叫做超大型的集中检疫所。我这个所在我足期待啦。社区用个交卫生所共同来合作。然后请咱诊所的医生，经过医师公会的协调，来做支援啦。我逐年吼，你这几年啊吼，有做吼学校吼流行感冒预防针，这个那个接种，是
我一个诊所哈，我讲一间诊所，一天有法度住1500个学生囡仔，1500。OK， 所以这个所以我真要讲的意思是讲吼，诊所无一定是离咱诊所有够做到迄个量，迄无可能的代志。是。诊所若一个诊所一天有诶做诶30支、50支，安尼算足够的啊。昨个统计差不多50支啦。安尼算足够的啊。是。但是呢，若是你咧交卫生所合作，一个乡镇、一个行政区有一两个所在，利用咱学校内底诶活动中心，还是体育馆，咱来做这个合作的时候，这个量吼，马上应该我有相信有信心来这个报。